家中備好一個小膠囊，專治10幾種頑固嘅咳嗽同埋吸痰，唔使再使咩錢買一堆藥嘅，使少少錢咧，好可能咧就可以解決呢個大問題。一般藥店咧，好可能咧就將佢擺喺角落頭啊，但經驗豐富嘅醫生咧，可能都會用到佢嘅。呢隻咧就係停貝膠囊，無論換季啦導致嘅咳嗽啦、感冒啦，定係長期咳嗽嘅成日唔好嘅，甚至咧係一啲慢性嘅支氣管炎啊、上呼吸道感染呢啲情形，如果你咳嗽沉悶、痰多而且黃稠，喉嚨咧成日有啲異物感，咳嗽嘅時候咧心口隱隱作痛，仲有胸悶啦、氣短啦、咳喘啦，咁呢個時候咧淨係止咳咧係唔夠嘅，一定要清肺。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試下用呢隻 OTC 嘅停貝膠囊嚟對症調理。咁佢咧就喺4大嘅經典名方嘅基礎上咧，科學配伍而成嘅，入邊咧有葶苈子啦、川貝啦等14種中藥，咁啊有清肺化痰、止咳平喘嘅作用，咁啊純中藥成分嚟嘅，藥性咧就溫和安全，可以作為家庭常備嘅藥咧備一啲嘅，你記低未呢？